有個早餐店老闆，只係靠賣茶葉蛋，就已經將行銷心理學玩到極致。有一日朝早，小王去食早餐，佢點咗一碗粥同4個小籠包，正準備坐低。呢個時候，老闆問：兄弟，要唔要加個茶葉蛋？聽落好普通，但其實呢個已經係第一層行銷，因為大部分人做生意，連主動開口都唔敢。而高手明白，唔問就永遠冇成交。之後，如果老闆換個問法，要1個定2個茶葉蛋，你會發現，大腦開始思考嘅已經唔係買唔買，而係買幾多。呢個就叫心理暗示。真正厲害嘅推銷唔係逼你買，而係悄悄改變你思考方向。但更高級嘅係第3步，老闆直接拎住茶葉蛋行過去，拍一拍小王膊頭：兄弟，今朝新鮮整嘅，食飯隻啦。講完轉身就走。呢個時候，其實小王已經好難拒絕，因為人性其中一個特點係，當別人主動釋出善意時，我哋會下意識唔想令對方失望。但真正頂級行銷，永遠唔止賣產品，而係開始賣感受。老闆再進一步：兄弟，睇你最近好攰喎，返工辛苦，食隻茶葉蛋補下身啦。突然之間，茶葉蛋已經唔再係茶葉蛋，而係被關心、被理解、被照顧。最後，老闆再補一句：呢啲係老家帶嚟嘅土雞蛋，平時自己都唔捨得食。呢一下，產品價值瞬間被重新定義，因為人買嘅很多時從來唔係產品本身，而係故事、情緒、認同感同埋情感價值。真正厲害嘅生意人，從來唔係最識賣貨嗰個，而係最識人性嗰個。因為當客人開始覺得你真係關心我，成交往往只係順便發生。